在日一寡地头有只润饼糕的风俗，高雄坐阮美丽岛站附近卖润饼糕的老店，透早7点都有真侪人排队，所以店家提早开门。伫润饼皮衫、甜甜糖粉、搁铺配菜、烟肠含三珍肉。 刷来放淡薄两丝含三盐水，落尾出来改卷起来。真材实料的润饼糕，向流嘴软民众排队等等。4天连假第1天，今仔日透早也未到7点，高雄一份美丽岛站边仔这间卖润饼糕的老店，生意是真佳雅。为着互人客伫咧清明节来进前有得买，业者提早开门做生意。是每年都来？没有，我今天第一次来。特别想要买多少条回去？大概10条。 以前没这么多人呐。它今年有限量吗？没限，都没限，对。所以量一定充足就对了。对，一定够。上礼拜有人包几高等78个。唔留伫咧高雄，伫咧家己铺出的第一市场内底做80年卖润饼糕的店，业者同款拢无形甲变过。今天爱较早来，8点开始卖，明天要早一点，明天差不多6点半。除了付卖人够好的，毛卖润饼皮店家生意强滚，民众讲买来家己搞，趣味佮新鲜。哎，无去啦吼，好，啊你安尼排偌久的时间啦？才看20分钟能拿到，大概了。 因为买人多，店家唔若增加食材比例，嘛加派人力，希望互民众拢会当食到香味十足的润饼糕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